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过来增加18例本土，其中高雄占13例上届多。在13例当中，有一针对家庭拖去沙石场公司的群组。烦恼北部的学生开学了后，营养中昼顿无能通吃。农委会表示，已经超好势，医生送2去学校，若无够卖换菜色。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两国随时会战，要求因的公民赶紧离开乌克兰。新闻头家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咱国内增加18例本土，其中是高雄占上届多，有13例，已经对家庭小话扩大到病例的公司。另外，5姊妹的家庭群组嘛，阁增加2例。因为有一寡囡仔也无法度自有放射，所以指挥中心就公布一寡囡仔若是万不宜去验到 Omicron 较接出现的症头，家长会当多多注意。国内11个再增加18例本土的个案，其中高雄进前较近的表兄弟家族的互相烧话，衍生出沙石场工作场所传播链增加12例。除了沙石场头家一家4个人拢确诊，头家2个无带到店的亲戚，甲沙石场的员工，甲伊厝内底人拢话着。另外，邦桥家庭互相烧话，加10指饮料店，阁增加1例。南部5姊妹啊，看管生见面，新增加2个人确诊。砂石场跟家庭的一个群聚这个案例。算是总共是20例嘛，今天增加8个，增加12个，那本来是8个，那这个是正在持续在进行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跨县市的这有到一处旅游那一起聚餐，这2个大概是现在算是比较需要被特别注意的。指挥中心上新的基因定数显示，高雄表兄弟家族聚会支票个案大表兄基因定数甲高雄港是相款的，显示两者内底有关联。不过，要搁详细来调查，找出感染源。即阵对着年后家庭互相烧话案件，拢要继续来监测。另外，上新的基因定数也显示，国内即阵确诊Omicron病毒株境外总计439例，本土246例。特别注意的是，大人甲12岁以下囡仔症状明显无同。无症状的比例在儿童是稍微比成人稍微低一点点。我们可以发现说，小朋友在这一波的本土的疫情 Omicron 为主主要的这个症状表现呢是以发烧表现居多其次是咳嗽。正拄到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开学，指挥中心提醒家长会使多多注意囡仔的身体状况。另外，对着有民众反映，松山机场入境采检站真细，而且无消毒。指挥中心特别澄清，采检区在机场管制区内底独立的空间，设置进前经过专家确认，所在配置通风状况良好，每一位旅客采检了后，拢会马上来消毒。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日增加13例当中，有一个是5姊妹过年聚会当中的小妹，这个家族已经有8人确诊，感染源也被查到。另外，让人较烦恼的是，有一间沙石场因为因有员工确诊，即卖病毒已经传入公司啊，相关的病例有12例。不过，这站群组可能已经有找到源头，可能是其中一个个案对中国回来检疫的时阵，伫咧防疫旅馆染到，回去厝才发病传开。确诊者去过所在详细清消，要消毒有12个所在，其中有高雄一家沙石场，因为伫内底工作头家一家4个人，阿姊几乎甲员工还有员工的亲人，人数总共有12人，拢染疫。弟弟是一位居家检疫的对象，他的病毒株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是一致。发现沙石场群组是因为市府宿员进前发病，1938例，伊甲2名表小弟双手后确诊，查某朋友也发病，深入调查所发现感染源疑似是做朋友的小弟。1953例，农历过年进前为店铺转来，在高雄一间防疫旅馆拒检，本身无症状，期满了后转去传予姐姐还有妈妈，因为妈妈甲姐姐拢伫同一个沙石场工作，沙石场头家甲太太还有读台南私立女高中。捌参加过营队查某囝甲伊小弟拢染疫，沙石场头家阿姊几乎甲另外一名员工甲员工亲人也确诊。在1953年居家检疫期间，隔壁房间的这个居家隔离对象有一些有发病，那或许有一些接触这样的时空的交叠，那这个风险到了1953年身上。为中国等台湾查甫囡仔基因定数结果，甲高雄港群组按共款，加上查某囡仔住防疫旅馆，隔壁有一名高雄港群组隔离者发病，和市府推测是一个旅馆感染，也强调甲进前一波防疫旅馆群组感染无关系。
不过，沙桥场工作案当中，确诊的女高中生初7到初9拢坐代替区间车为台南登去高雄，市府也伫公山顶地设体检站，让民众去采检。蛮恐怖的，因为冈山地区小小的，所以其实这样子是蛮危险的。现在来车站的话，就是回家第一件事情，也就是马上洗手。扣除沙桥场12人关注，也有一个是跨县市假面自会延伸案，住伫高雄5妹。虽然行踪也伫公山，不过市府强调两边无熟悉，也无亲属关系，感染源倒有来，市府也咧找答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沙桥场的相关病例，有一个高中生是伫咧台南读册。这个学生伫咧2月初7到初9，伫咧学校做营队的工作人员，校方是宣布停课1天，赶紧消毒。也那是参加活动的囡仔，大部分拢是台南、高雄甲屏东的国小学生，各地头的政府拢赶紧咧找人。消消人员伫学校内喷消毒水，台南这间私校伫过年了后举办冬令营，其中一名担任队伍的高中生确诊，学校紧急宣布停课1天。他是在台南就学没有错，但是他是被他高雄的家人所传染 ，CT 值只有16，相当传染性相当高 ，CT 值相当低。那么我们紧急在第一时间就匡列跟整个冬令营的，包括所有的队服老师，还有这个高中的教职员，还有这个参加的学员。这名高中女学生1952例，初3出现后疼的症状，也毋过无就医。初7到初9伫冬令营担任工作人员，逐工早起由家长送到学校，下昼为台南坐代替区间车，登去高雄公山。因为家长和高雄接场同事为着确诊，女高中生也伫初10确诊。台南市府知影了后，除了学校有封城停课1天，也紧急鼓励所有参加冬令营的队伍、学生、家长145人。所以说国小基本上小朋友都还没有打疫苗，所以是属于12岁以下的，那相对的危险性相当高。我们目前为止都把它这个居家隔离起来。初步这些总共145位，134加11 145位，初筛都是阴性。同时，台南一间社教机构 YMCA 也紧急停课2天清消，因为学员甲苗栗确诊者卡抓相谈。我们有一位学员在过年期间跟一位确诊者在苗栗有足迹的重叠。那民生路上 YMCA 的协进会馆，我们也立即停止上班课，也预定做2天的清消。开学日出现学生确诊个案，也跨过台南甲高雄，而且参加冬令营的学员，也拢是来自高雄、台南甲屏东的国小学生为主。台南市卫生局也紧急对卡列、鼓励采检，甲病毒早熟率，毋望量早控制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新北，新北今日是增加3例本土，拢是伫咧隔离当中验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是汐止盐水店店员的同事，因为伊有去过南部，所以当咧查讲，敢会是迄阵感染的。另外，进前有一位伫咧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的个案，病毒的定数今日已经出来，确定和进前的桃园机场捐助案有牵连。位伫新北市汐止的这间手切地店有店员确诊，随停业清消，搁增加1名店员确诊。初9同事确诊，封口咧伫厝隔离，快筛阳性了后，初10 PCR 阳性确诊 ，CT 值17。初5甲初7出现咳嗽甲发烧症状，初1到初6只有初4无上班，暗时前往餐厅食饭，其他时间拢伫店内工作，甲去过附近的便利商店。这个同事有在春节有南部的旅游史。所以他的感染源，我们还是在预调把它厘清。因为高雄阿姨确诊，新店乡妹仔初9采检阳性确诊，因的母亲封口咧伫厝隔离，做过3期疫苗，初10 PCR 阳性确诊，1月22到2月初4去过高雄、台中、屏东甲苗栗，期間甲妹妹有接觸。初5到初9伫新北的活動範圍以新店為主，也捌坐新店客運849公車去過北市的金尾區農會。5姐妹里面，大姐就是我们昨天新店的那一对兄妹的母亲，在新北市的部分、匡列的部分跟裁剪的部分都已经完成。
新北一家4个人关注案上早确诊的妹妹，除了为何父母甲姐姐之外，男朋友的母亲伫厝隔离阴转阳，男朋友也伫初10采检阳性确诊，初7捌去过新庄的便利商店。新北一家4个人关注案基因定数出来，中央证实甲桃园机流关注案有关系。从桃机的清洁人员一路下来，有包括像是这个西提啊，还有前都，还有就是这个幼儿园以及雅旭等等移工，还有现在最近的日益这个序列是一致的哈。另外，嘉联益树林厂关注感染，新北市公布相关卡率为1月31到2月初7，主要活动范围伫树林区，也去过邦桥的全联、新庄的便利商店、邮局甲台湾银行。初9甲11，拢总体检1869人，到目前为止累计15人确诊，确诊数无可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84%，超过6个月拢超过2%，嘛就是超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民生物资的物价指数，鸡卵起上界济是年增率18.38%，是破3年来纪录。即阵除了食食起价，因为海运和查扣的价小咧起，已经连锁的家具店宣布要对3月开始起1成到3成。讲到物件起价，即阵上界明显的就是鸡卵，因为天气变化大，产量本来就已经较少，即马饲料成本阁变贵，这鸡农拢讲已经支撑袂了。毋过因真不满讲，政府答辩就拢用补助要求因爱卖起价，都有立委就批评讲，政府应该对源头改变，让鸡只改善饲养的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道理。两手内底空空，早起10点外，台北东湖市场即间10回卵就卖价只剩这2地。大家抢啦！你若大家拢照正常买的话吼，其实卖啦。你走2抓，一定要有1抓。头家讲，即马卵要钓有货，只是卖速度变真紧，有民众一届就卖40粒。这样200多块，256块，吓死人了。民众话讲有够贵，其实卵价对去年10月一台斤33块，到今年1月份已经来到1斤44块。毋若变贵，北部更较是对旧历过年前就欠卵。鸡农表示，除了疫情、地区原物料变贵，气候也有影响，鸡仔仔的问题也爱重视。因批评政府简单用补贴要求业者卖起价，根本是治标无治本。国际原物料一直咧起价当中，政府即道宣布讲叫农委会冻涨卖，阮反对鸡卵卖啊起价，问题阮成本提高，阮要甲商讨啊，阮毋着爱得到下的卖食。袂使甲出代志，就是做补贴吼，应该对源头管理，可能是去年的迄个蛋鸡的需求过大的时阵，伊甲扑杀，啊，还有这个鸡瘟的问题，你到疫苗你有处理无？行政院表示，已经请农委会研究生产的补助措施，会尽全力协助卵农增加产量，也减少因的生产成本。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北部家家户户买物卵，学生的营养中途顿敢会受到影响呢？农委会就表示，已经有去敲切啊，会优先甲卵送互学校用。业者嘛表示讲，目前2月供货还阁无问题，毋过若到时阵卵的数量继续减少，就会换菜色，亲像伊嘛会甲卵拍线来炒。大来炒菜，团线总铺甲杜江透早就真无闲，爱将中昼顿料理好，炭烧送到学校。虽然北部欠卵，开学的第1顿中昼顿也是有卵，今仔日是香菇炊卵。多少会担心，因为说真的，我觉得蛋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食材，也是营养来源。中昼顿时间，桃园这间小学的学生排队提菜，其中即落是红菜头炒卵，就连汤内底也有卵花，到叫讲。甲供应商参团线业者了解，目前卵的供应无缺。倘若真的是这个蛋量大量缺货，我们也会透过这个比如说调整菜单好的方式来做一些处理。长阿妈食品商业农业工会专联会表示，拢有甲卵种签约，2月供货无问题，未变动菜单。那3月数量变少，可能减量供应，将全卵改做是他妈豆炒卵等料理，兼顾分量加营养。即卖压力是继续。大壳的卵一台斤60块，起5成。CAS 杀菌药卵1公斤挖160块，起4成外。我们业者都在笑说，其实入行这么久，真的没有遇过
蛋比肉贵蛋比肉贵。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主管机关其实可以对于缺蛋这个情形啊，看是不是可以赶快找出对策。我们是2个厂商嘛，每个月他们都会把菜单送到我们这边来，那各班就会根据他们的平常吃的状况，还有菜单的菜色，然后来选我到底要不要选哪一家啊。团线业者指出，有甲学校签合约，继续袂当随在起，菜单也袂当随意变动，只希望买着软，而且继续合理。若无一定爱甲学校参详，请学校同意会当换菜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金门立委陈玉珍的姊夫蔡基豪咧做警察，但是即马煞去互野公称留职停薪的假讲要顾爸母，毋过煞伫咧迄段时间插手处理因某的家族工程事业，甚至佫用假身份去斗监工。监委发布调查报告就讲，要求警方爱改处罚。金门县的警局决定改送庭改法院，也若是陈玉珍是回应讲，一切依法办理。民刑警官也是金门立委陈玉珍的姊夫蔡基豪，目前伊伫金门县警局刑警大队担任队长。后面将向监委检举105年5月到8月，以事情理由申请留职停薪期间，毋若出面插家后家族企业海水营造的成立合约，也2度前往湖区监督海水营造承包的军方工程，前后拢总停留29天，甲申请留职停薪的事由无符合。另外，蔡基豪接受调查表示，以湖区岛民身份登岛，也毋过监委调阅军方资料，说是以海水营造名义申请登岛，所讲的无实在。加上蔡基豪真侪摆出面协调家族事业引起纠纷，互点名定情。虽然查袂到检举事实，也毋过已经伤害警察机关形象。监委暨费用提出调查报告，要求金门县警局检讨。所以其实他又说谎，然后又这个灼伤警察形象，可轻可重啦。对，那我们就看看金门警局怎么处理嘛。但是金门警局如果轻轻放下，我想也不符合这个社会正义。金门县警局对此表示，尊重监察委员调查结论，将本案移送庭改法院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本局尊重监察院调查结论，依法移送惩戒法院，并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监察委员如果有调查清楚，然后也认为没有违法的情事，那就是其余的反正就交给相关机关就依法办理。当事人如果觉得没有厘清的地方，当然也应该有他的这个救济的程序来处理。陈玉珍也表示，无清楚伊的姊夫对这件代志的看法，也毋过对于这件调查案，外界以立委姊夫的身份检视蔡基豪。陈玉珍认为，监委的调查已经确认蔡基豪防指控的相关言行，甲伊立委职权的刑事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民众行爬山，毋过煞常常因为伫咧山顶用火无势力，造成火烧山。雪霸国家公园最近就定一寡禁止的事项，其中有一项就是原本禁止香火煮物件，即马是改造只要无申请，无论是用柴香火，也是用加速炉煮物件，拢袂使。朋友烧酒爬山，千群大自然，煮一点小的来食，也是泡一锅烧茶，是台湾民众真平常的登山模式。不过，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征收区域内禁止的事项，加禁止野外煮食，改做禁止煮食，规范游客无经过核准，禁止使用卡式加速炉、加速炉具加煮食，引发山友的讨论。很多山友曾经在山上因为催煮食物而把整座森林都烧掉。或者是整栋山屋都被烧毁了，这个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问题。取缔这件事情，我想会有相当的困难度，而且整个国家公园的范围那么大，其实你很难去完全杜绝催煮的这种行为。山林用火问题一直拢有，去年10月新北市个竞赛是伫群大山，敢若起野火，防伊煞发办。另外，去年5月 NCC 竞选为条件中这5人爬山，造成玉山北通关、道关野地附近林地大火，炭烧12天，引发真大风波。雪管处讲，原本禁止野外来煮食，讲的就是就地取材引火。伫法律认定上有无清楚的所在，该以禁止煮食会纳入卡式加速炉、加速炉具，毋过毋是全面来禁止。即摆山友依照规定申请就使来煮食。生理需求或者他在沿路上可能有一些肚子饿啊，或等等要做一些必要的催煮，其实只要选择刚刚讲不妨碍那一个公众安全或者环境安宁的情况下，在核准的路线上都可以来做催煮的行为。
说罢时阵，台湾头一个明定禁止煮食国家公园，专业的向导认为，管制说法文理上的境界会使理解，不过建议管理处增加处地人员。山管处是表示，山处管制站拢有警方甲职工来进驻，若发现民众无经过申请煮食，经过口劝不爱听，就依照说罢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来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溪地有一个地笼，伫因兜的地园发现一只死去的石虎。卫生中心检查了，发现讲伊是3B8，不过无外伤，可能毋是去互车弄到，有可能是破病。详细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这只石虎，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死啊，尸体也开始伫烂。种地人看到时阵，赶紧甲伊对水沟扶起来，并且通报这个卫生中心。溪地乡长接到信息，也赶紧来到现场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是被野狗追咬，还是呢死亡多日经过这个蛆虫的这个咬伤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脖子有一点这样的伤口这个月初8，地改场南投溪地分场外围地园的水沟发现死去的石虎。今年1月初2，这传出省道第21线有石虎互车弄死。这摆是日月潭地区今年第2摆发现石虎死去的案例。地改场来推测，当地这田管理的方式采用友善的农法，也真侪袂少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茶园的动物相跟植物相的生态非常丰富那食物链也非常完整。比较可惜这是一只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石虎。卫生中心经过检查，这只死去的石虎并无外伤，估计也拢真正常，初步排除后车弄死的可能。不过，甲其他的亚型体来比较，明显真散，死因是疾病，也是其他因素，也进一步来调查。它体态过瘦，这个可能不是野狗造成的。它可能本身自己有一些疾病的问题存在，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的原因，是因为它尸体有过于腐败。兽医林桂贤表示，这2例被发现的石虎拢是少年的亚型体，显示日月潭地区浅山的族群渐渐有伫摊开啊。也毋过，伤侪游客甲车辆对着族群造成风险，已经无用忽视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真紧张。美国总统拜登就发出警告，要求美国的公民赶紧离开乌克兰。也若是德国、法国和英国，拢有想办法要解决两国对决，不过目前也无结果。乌克兰即阵嘛正在举行10天的军演，要反制俄罗斯。战车伫雪地演训，各向目标射击，为反制俄罗斯。乌克兰军队为7月开始展开10天的军演，照出回应俄罗斯军队伫边境展开的演习活动。两国边境继续紧张，8月组织扩大东欧军队部署，美军提供上新一批的物资甲武器，也运到基辅。美国总统拜登伫接受电视访问的时阵，呼吁美国公民赶紧离开乌克兰，因为双方若开战，恐惊加速世界大战，到时阵未派兵协助撤离。Я поінформував міністра РАУ про останню ситуацію на кордоні вздовж українсько-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ордону. Про оголош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另外，俄罗斯伫白俄罗斯境内军演，同时派6只军舰，以防乌海展开海军演习。乌克兰政府表示，这已经是海上封锁。目前，俄罗斯大军已经包围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К сожалению, почти 9 час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закончились без каких-то видимых, ощутим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ыраженных в документах。中国月底伫德法的操纵之下，两国捌达成停火共识。不过，伫新一轮必定会谈中，四平想要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甲乌克兰边境危机。不过，俄罗斯甲乌克兰谈判代表明伫新明斯克协议的解说当中有共识，谈判无法度突破。英国也加强透过外交谈判解决两边的争端。英国首相强生亲身甲北约组织会议秘书长，阮就提供北约军员进行强生访问波兰首都华沙，视察驻当地英军。It would be an absolute disaster if it were to come to that, and if there were to be serious bloodshed on Ukrainian soil. And I know that people in Russia must be thinking about this too. 英国政府下令1000名军人进入政变状态，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人道危机，会伫第一时间提供支援。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今年73岁英国查尔斯王子自3档新冠疫苗了后，即马第2遍确诊。照目前英国的规定，查尔斯爱家己隔离10天，若是第5天、第6天快筛会当阴性，就会当提早解除隔离。红色公布行程加满的威尔斯亲王查尔斯，按照原定计划，7日应该去温彻斯特主持当地一个中世纪犹太女性礼堂的雕像揭幕典礼。想要到触发进程的新冠病毒检测确诊后，克莱伦斯宫赶紧取消行程，佮对现场热等的千多人发布查尔斯的会息的批。这是73岁查尔斯第2摆确诊。2天前，伊才伫温莎古堡主持红色授勋仪式。女王伊丽莎白2世也伫现场，不过红色消息来源指出，女王并无症状出现。查尔斯确诊的前一天要公开活动，伊甲太太卡米拉出席伫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英国亚裔信徒的招待会。现场参加的来宾也佫有财政大臣苏纳克、卫生大臣贾维德甲内政大臣巴特尔等人。按照即马英国的防疫规定，出现新冠病毒症状的人，爱通知前48点钟接触过的人。若是甲查尔斯同款确定感染，爱自我隔离10天。不过，若伫第5甲第6天快筛结果是阴性，应提早解除隔离。首相强生想要伫1月底取消防疫限制措施，大家甲病毒共存。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即马当咧办冬季奥运的中国北京，因为疫情的关系，旅游景点无开放，所以中国当局就用封闭式、无接触外人的方式，带来采访冬奥的外国记者和志工去参观长城，替家己做宣传。自古早就是重要军事据点的居庸关，毋但被称作天下第一关，也是长城重要旅游景点。正拄着北京举办冬季奥运，在主办单位安排的，几若10名采访奥运的记者，甲志愿奥运事务的志工，伫原本应该是人真多长城顶面来欣赏这个长城的风光。若是这个旅游行程，外国记者伫北京冬奥的采访工作，自头至尾拢以旅游泡泡的方式来进行。为在北京郊区的张家口外国记者旅馆，采访人员对离开房间到入电梯，落去楼骹到柜台大厅，以及到门口一盒坐专用的巴士，出入四界拢真严格。But it is frustrating not being able to walk from one building in the hotel to another building, even though it's 100 metres away, and you're supposed to take a bus which can take up to an hour. 除了四个人看到穿着防护衫的防疫人员甲检查的设备，沿路当然也有安全的人员，缀条条来监视外国的记者。表面上是讲为着保护外国的记者，并且避免防疫的缺失。英国记者大家拢知影讲，是为着维护任何负面的信息甲画面，登上国际版面。Of course, I wish we could film and make stories about, Beijing and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everything here, because now we're just in this strict bubble. 讲到白，就是原本为着防止疫情拓开的做法，真做独裁政权组织异议人士接触外国媒体借口。外电报道指出，亲像这个为艾滋病人的权益来奔走、争取民主人权的乌家，对1月15号开始就被软禁，除了照顾叛变的老母以外，伊就袂使出去。另外，像是参加国际特赦组织的年尾评价的人，也互中国当局以防疫隔离为理由，阻止因甲国际媒体来接触。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消费者1月物价指数大起，通货膨胀一年就增加7.5%，破40年来纪录。根据调查，过去1年来，美国的货币供应项人工拢无够，联邦政府出钱补助救经济，拢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洋情人节特别讲会，根据美国全国零售联盟预测，今年情人节美国消费者支出会付239亿美金，其中情人节鲜花是第3受欢迎的礼品，有37%。摆伫个糖仔甲贺卡后边，不过受到通货膨胀、物流甲居用性电3大因素影响，美国消费者想要买一束情人节的花，可能都要加开寡钱。美国2021年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冲悬，创40年来上悬的纪录。根据美国劳工部1月 CPI 比顶个月升悬 0.6%，比去年同期增加 7.5%，创1982年2月以来上大年增幅，而且已经连续4个月比6%较悬。We have been terribly spoiled since the early 80s with very low inflation. In fact, in many categories in the consumer space, we've actually benefited from deflation, lowered prices, higher quality goods, lower prices, goods coming as a resul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with regard to goods and services.
美联社指出，过去一年来，美国货品甲陆力供应欠缺，联邦政府大量补助、超低利率甲强烈消费者支持，种种原因做伙致使加速通货膨胀。It's really affecting, like I guess like the stuff that I buy daily, like milk, eggs. Now it's like $4, $5 a gallon. Back when I used to get it, well, my parents when they used to get it, it used to be like $3, like $2 something. Rents has went up a lot. Like it's not easy to get apartments nowadays.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helters. The shelter system is actually pretty packed right now. 无法度控制恶化前景的通货膨胀，美国总统拜登七日表示，政府政策降低储风险又无见效，佫承诺会努力压制油价，互一般家庭应负担日常生活。Lowering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overall as well. Lowering the cost of prescription drugs is important, and giving families like yours just a little bit more breathing room makes a gigantic difference. 美国消费者部嘅成员关注有期加上联准会官员的评论，市场反对联准会一个消息。美国主要指数70淡薄，道琼工业指数达510.47点，或者是1.47%，以35,241.59点作收。公司新闻殷浩图编译。咱来关心国内消息。索马利兰的外交部长带团来访问台湾，瑞格萨表示真欢迎咱去索马利兰投资。不过，伊去访问着敢要甲咱台湾建交时阵，伊煞是无明确的回应。敢若讲咱双方已经是上关层级的关系，无论讲敢有邦交，未来关系拢会更较好。索马利兰外长瑞格萨率领部长级的访问团来台湾，除了已经觐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外长吴钊燮款待以外，也造访中油公司，才积极来强化双边的合作，尤其是探勘石油，非常欢迎台湾来投资。We hope it will start exploration activities soon, and we welcome that. And we look forward also to othe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come to Somaliland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investment that we have. 索马利兰访问团表示，受到台湾热情温暖的欢迎。即摆索马利兰甲咱国互设代表处了后，访问团访问台湾，外交部门口更加升起四国国旗，就亲像准友邦，未来是毋是建交？瑞格萨无正面来回应，强调两国关系已经是上好，未来会比台北的101更加悬、更加好。Taiwan and my country, Somaliland, has the highest multifaceted relation. The highest, the best. Now, whether you want to frame that diplomatic, colleagues said higher than the building we saw last night, 101. It'll go even higher than that. 媒体关心讲，即摆访问台湾是毋是受到中国打压？瑞格萨搁再讲，无任何国家会使替索马利兰决定要甲什么人交往，以及交往幅度甲深度。索马利兰依照家己的意志来行事，袂互中国也是其他国家替因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今日伫澳洲开会，讨论讲中国的势力愈来愈快，是要安怎应用。美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英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预计这个月19要来访问台湾，显示讲咱台湾和英国的关系有可能会当有进展。美国、澳洲、印度甲日本外长在伫澳洲就深化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展开会谈，希望下着中国伫亚太地区一直扩展的势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虽然罗西亚对乌克兰的威胁占据华府目前大部分势力，也毋过中国的发展才是对传统特殊国家长期的挑战。That includes championing the rights of all countries to choose their own path, free from coercion, and the right to have thei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respected. Whether that's here in the Indo-Pacific, in Europe,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伫四方安全对话会议举行进前，布林肯也甲日本外长林芳正举行会谈，两个人再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想要单方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现状，加施加经济压力。双方也表示，共识台湾海峡的和平甲安定是重要的，继续强化美日同盟。And elevate our alliance to new heights. So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alliance can deliver concrete outcomes.
比例关注台海和平，英国国会下议院也就甲台湾的关系举行辩论。多位议员强调，台湾的未来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跨党派议员更加同齐呼吁政府继续深化台英双边经贸关系安全合作，呼吁强化英国甲台湾的高阶官员互相访问。So I would urge the Minister to ensure that we pursue meaningful engagement with Taiwan and that we act tactfully. 台英关系提升，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有计19正式组团访台，这是迎接管制2年以来头一摆有英国访问团。外交部表示，真有意义将严守防疫规范，甲外交专案模式接台，细节将伫适当的时间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台湾艺人陈德音伫咧中国的网站微博刊文章，讲准备要迁户籍，放弃台湾的健保，嘛会通赶紧吃做中国人。针对这件代志，陆委会是讲会尊重伊的选择。这个时阵，陈德音佮刊文章回应讲，已经等袂赴要互撤销台湾的户籍。最近几年伫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陈德音，定定伫微博分享伊伫中国生活影片，不时展现亲中行为。七号伫微博发文，讲正伫传要办迁徙户口，并且放弃台湾的健保，期待早日正式成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伫11更加上传这个影片，讲到即阵办理的进度。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的派出所的警察都很热心的协助我，也给我一些相关的法规，拿了我的资料，去核实匹配，依照法规可以去办理这个，迁户口的这个动作，可以把户籍从台湾省迁到大陆来。对2020年9月定居伫江苏的陈德音，大毕业即阵是特级演员，若顺利入籍中国，摕到中国身份证，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之1的规定。台湾人民无用伫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也是领用大陆地区的护照，会丧失台湾人民身份甲相关的权利。台湾的户籍也被注销。为了避免两岸人民权利义务的混淆，两岸系以户籍作为身份区分的标准。陈女士或相关人士倘在中国大陆涉及，本会尊重其对身份的选择，主管机关也会依法注销其台湾户籍。对于台湾户籍会被依法来注销，但德音马上回应4字求之不得，也附着一个笑面。另外，依照规定，若是陈德音反悔，想要重新摕到台湾的身份，就必须来注销大陆地区的户籍，也是放弃启用大陆地区的护照，才可能重新向内政部来申请回复。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咧屏东县长的初选竞争是拼甲真强，除了曾水雄和周春米已经宣布参选，今日张嘉宾嘛开记者会宣布要选。这3个人虽然是互相祝福，不过相比拼的气味嘛是真重。也若是哪样迄边，目前敢若前立委苏清泉有意愿要选。找到老县长赵启宏、立委郭国文这人来徛台，民进党立委张嘉宾11正式宣布参选屏东县长，并招捌做过8年屏东副县长这经历。张嘉宾表示，想要来做屏东县长，有长久的中央跟地方的行政经验，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准备好来承担。延续潘县长打造的屏东荣光。张嘉宾是真有信心，也毋过潘明安所支持的却毋是伊，而是1月11宣布参选的无分区立委周春米，也真心为伊来徛台。这互做过5届立委，而且早在去年12月2日就伫台北表示要参选的无分区立委曾水勇是非常不满，批评手摕到行政资源的人应该爱来责责。3个人是先礼后兵，互相来放话。县长的初选我相信屏东县民是厌恶不公平的竞争与跟敌对阵营的暗通款曲村民没有舌灿莲花，也没有常在台北的媒体上政论的节目，我们在就是在基层努力的打拼。甲民进党初选内部的炮灰兵力比较，国民党加真冷清，即阵只有前立委苏清泉表达参选的意愿。地方有点一些其他的人原则上。目前走得最勤的就是苏清泉苏院长。廖婉如表示，提名是由党中央来决定，若有2个人以上表达意愿，会先协商，协商无成才初选。不过，由初选办法也未公布，恐惊爱等3月初5改选中常委了后，有计上紧3月中初选办法公布，到时阵无得有其他人的表态。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捷运警察的统计，去年台北捷运受理食酒醉的通报计共有162件，其中黑白公养失控罪行为是上介多。提醒观众朋友，这款行为唔乃食罚单，佫较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你裤唔揪起来，得地叫人看到啦。穿乌衫的查甫人，规身躯拢是臭酒味，伫捷运便所行到摇摇摆摆，讲话无清无楚，甲警员回避清。救大啦！我是爱困啦。查某警官坐轮椅前来到三港，看到啉酒醉坐捷运出真侪笑话，也佫有人坐电梯无徛稳，一个无细的跋倒，声音大到互捷运其他乘客越头查看。可能就会比较爱讲话，然后比较大声，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骚扰到其他旁边乘客的动作。啉几杯啊酒落肚，什么见笑的代志拢出现。捷运警察统计，去年台北捷运拢总受理162件甲酒醉相关通报，其中化休失控等行为上定发生，达到49件，占30%；出现纠纷冤家也有24件，占15%。当事人为避免酒驾搭乘大众捷运，却因饮酒过量而变调。酒后建议可由亲友陪同搭乘捷运。啉酒真正爱暂责，过量若是较会失态，若是家己无法度控制伫捷运酒醉闹事，会当以社会法裁罚。捷运警员到场，更会当以强制力实施管束，依法带离开。做出一些肢体的暴力的话，就会构成刑法第135条的妨害公务罪。那侮辱公务员的话，也会构成刑法第140条的辱骂公务员的罪。啉酒醉失控，若食罚单，只要对警员骂也是动手，甚至也可能因为涉嫌妨害公务、侮辱公务员等罪嫌，面临刑事责任。若讲等到酒醒夜才来后悔，已经上万啦。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市有一个老大人骑乌托拜咧等红灯的时阵，向规个人倒落去，爬起来的时阵佫徛袂知。救护车到现场发现，讲伊是血糖上过低。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血糖低就会徛袂知，手会喘。有这款病情的人，食食食药啊，就一定要照时间，才袂出意外。停等红灯后一秒，边仔一个查甫人向对乌托拜顶悬倒落去，爬起来了后，人搁伫路中喊来喊去，亲像啉酒醉共款。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才知影，原来是低血糖引起头晕。经过简单检查了后，好佳在人无代志。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以为是怎样？喝酒啊。哦，都以为是喝酒就对了。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老人家那有晕眩的情形啊，然后现场救护人员给予评估之后判断为低血糖，那现场救护人员给予口服葡萄糖粉之后呢，患者有医师有明显改善，然后随后患者的朋友也有到场协助患者返家。医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变来变去，温度变化真大，有低血糖的民众一定要注意，若无上严重，有可能会造成昏迷。血糖这个低的时候会造成这个有点类似中风的症状，步态不稳，心悸、手抖。那这一些是可以透过一个口服的这个葡萄糖液，那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血糖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另外，有低血糖的人，除了爱注意食的物件，食了药啊，嘛要歇困一时才会使出门，以免因为头晕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过10天，2月2日是世界保育日。教育部今日专工邀请对法国来的，毋过讲咱的台湾本土语言是讲到有够认真的一粒米及雷米来做大赛，叫大家做伙讲母语。教育部今年嘛号召社教馆和图书馆做伙推广，要让母语成做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从今嘛开始讲咱的话，所以吃了蔡文明爱继续讲哈。表明因为即马开始讲咱的话，受邀担任世界母语日活动大赛法国的台湾人吉雷米一粒米，把用家己激励，一个外国人会晓讲台语有心意外，环境上重要。对台北的囡仔来讲啊，可能因父母伊家己无咧讲母语啊，所以嘛是环境最重要啊。我感觉。嘛有爱有兴趣啦，因为你若是无兴趣啊，你想要学外教的语言啊，像英语啊，是日本话啊，你家己感觉，我家己无语，这无水准啊，这嘛是一个我感觉这个
足陌生的现象啊。一粒米表示，即卖囡仔无去爱讲甲练长，除了兴趣之外，就是爱加鼓励。教育部嘛表示，即卖除了国小到高中推展本土语言课，嘛会伫2月中下旬调集10间国立社教馆甲22县市的公共图书馆，推展本土语言导览等等，对环境教育来做起。如果在这样的场域里面，都可以从导览或这个专题的这些展览啊，都有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到，也就是让我们的母语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潘文中指出，教育部推出系列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对母语来看重。一粒米嘛表示，伊无希望台湾社会50年后，敢若讲华语甲英语成为新台湾人，伊会尽家己的力量，保存各种美丽的本土语言。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报道。这家车站是阿里山林业铁路平地和山区的分界点。台湾德会即阵邀请6间大学建筑系学生，利用德边德钉仔甲白德钢等等的功夫，结合现代设计观念，伫咧这家车站设计出6项作品，希望会当推广大家使用德甲这款建材，嘛培养相关的人才。为家己车头坐火车来到这家车站。6间大学建筑系教授甲学生，要来小解因的作品，交流用德甲做建筑材料的感想。我们现在在做的尝试，其实就是要把，就是它可以变成什么样的画面，把它实际的构筑出来。一样的铁道，好，那100年前是采块木，100年后呢，我们是来做一个积极运用竹材的一个展示的场所。各种无同的德甲创作，拢是这学生为头到尾豆豆做出来的。有的看起来亲像云的感觉，嘛有的会当听到德讲的声音。第一个是竹林的感觉，第二个是也可以让人可以去体验竹子在体验的时候有一些竹子的声音，让整个体验是更加丰富的，不是只有视觉上。让我们好的这些竹子的记忆传承下去，同时透过这个学校里面好的创意能量啊，帮助这个竹子相对传统的领域可以有一些的转化突破啊。台湾德会表示。过去德甲拢互人感觉毋是真高级的材料，希望透过这个课程甲展览，互德甲伫建筑的运用，毋但有新的观念，嘛替传统产业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西班牙的海产粿饭是因上出名的料理，不过有人讲，正统的西班牙粿菜当中是无掺海产的，因是掺鸡肉、兔仔肉和菜丝尔尔。去年官方认证西班牙粿菜已经加做文化资产，嘛正式记录伊正港的料理方式。若是讲到西班牙炖饭，真侪人想到的就是一卡大铁鼎，饭顶头菜满着虾啊、蛤蟆，还个海产，可能还个掺一寡配料像灌肠，不过这拢袂使叫做正统的西班牙炖饭。伫这卡大鼎顶头倒一寡醋干仔油，先炒鸡肉加兔仔肉。搁掺一寡青豆仔加白豆仔，自头到尾拢无加海产。总部西展示的是组团4代正统西班牙炖饭，叫做paella，意思就是讲伫咧煮炖饭的这卡大鼎。Si la llamas paella valenciana, le tienes que poner los ingredientes que realmente utilizamos allí. Y si la llamas de paella de marisco o como tú quieras llamarla, pues ya no está siendo infiel, pero si la llaman paella valenciana, para mí sí que está siendo infiel a la receta tradicional。正统的西班牙炖饭是用瓦伦西亚这种较底的米，这种米较会酥汤，不过阁袂瘪开，食起来较会饱。不过这么真侪餐厅的西班牙炖饭，拢无照这种食谱，当地人讲无传统的气味，较无爱。Entonces, si lo explican y le sacan la denominación de origen, creo que tendrían que poner unos ingredientes que siempre tienen que estar。马来西亚自治区政府伫去年10月认定这项料理是有文化价值的资产，予以特殊法律保护的地位。Me parece muy bien, porque si no le ponen chorizo y eso no es paella, que decir, la paella es si no es arroz。arroz con cosas o paella valenciana。有官方的认证，以后就会照正宗的食谱做，这当叫做是西班牙炖饭。透过手艺传承，让这道好食的料理会当一直传落去。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因为气候暖化影响，澳洲常常发生火烧山可旱，佮加上有传染病威胁。澳洲国宝级的无尾熊，伫咧2018年到2020年之间，数量对8万只减到剩无5万，敢若剩5万外只。澳洲政府今日就宣布讲，昆士兰、南威尔斯，啊，佮有澳洲的首都伫辖区的无尾熊，因的地位是濒危的物种。无尾熊的喙咧保护啊，佮一寡是身躯有伤，互包起来，分别照顾的无尾熊。即摆因为气候暖化、甲农业、主体开发、甲人为的开垦，互即阵高侪动物生活所在咧减少，因的数量嘛开始减少。The koala has been under pressure for a while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because of long dry spells. As a rural Australian, I know that well. And also because of disease. We estimate that up to 50% of our populations have chlamydia, so that's a real pressure. And of course the bushfires. 为2012年开始，无尾熊获列作易危物种，也毋过对保护因并无虾米作用。澳洲无尾熊基金会伫2021年就捌表示，伫2018年到2020年，澳洲失去3成的无尾熊，数量为8万多只，降到剩无到58000只。其中新南威尔斯失去上济，达到41%。当地搁做调查，发现除非采取紧急行动，若无到2050年，当地无尾熊会完全灭绝。所以当局决定提升昆士兰、新南威尔斯甲澳洲首都伫辖区的无尾熊保护地位，列作濒危物种，佮要研究新的保护计划来保护无尾熊的生存地。That right now, every development that involves koala habitat comes past my department for assessment because it's already listed as vulnerable. And we're already working to secure habitat to improve the prospects for the koala.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显示，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的森林大火，已经让至少6万只无尾熊死亡，也是受伤。离大火烧掉的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等于是接近4.7个台湾的面积。顶个月，澳洲捌宣布要投入5000万的澳币，等于是代票到19000万来协助无尾熊，会当伫澳洲的土地继续生存。讲是新闻台宋平益。天气报你知，明仔载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毋过到礼拜时阵会有锋面通过，全台湾拢会落雨。也若是后礼拜一对个反冷，日时的高温剩15度，北部可能会降到14度以下。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15度到24度，南部地区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4度到20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